天开始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尾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跟你讲的主题就是佚佗。我的最爱。佚佗喂，这是要做兄弟啊？拜托，恁两个唱了唔对啦。啊无咧，佚佗不一定是佚佗人，就是讲咱有放假，赶紧来佚佗。哦，你想去都一个佚佗？讲真，我爱较大了。大了吼，最主要言语会通，生活习惯也差不多。你若讲去日本，我啦，すみません。啊那空马一个明年起码是，啊那当然混到死去啊，那下台湾赛，我听拢无咧。不过我知影讲吼，今年的日本的团费拢有较俗，因为之前迄个地震过后嘛，啊但是吼，不是讲每一个日本拢有受到，不是日本的每一个所在拢有受到影响。即摆你讲到日本这个海啸这个灾害啊，我就想讲咱台湾真正有爱心，捐款是世界第一名。哦，所以讲啊，大家有爱心就会做好代志。我是感觉吼，看咧吼，咱要佚佗，咱台湾吼，就算袂透啊啦。有影。我像阮台东啊，我感觉听风景好，啊民俗风情拢足淳朴土鸡啊，搁好食。对啊，台东土鸡出名啊，因为我汤啊鸡就用台东的。是安怎一定都爱出去到外国？脱线走到遐去。哦，对哦，对哦。对啦，啊其实吼，咱今年咱台湾嘛有开放这个大陆自由行嘛，啊咱嘛爱做好吼，咱好好来推销咱的国家，国外人啊来咱遮增加咱的观光的税收嘛是足好的啦吼。啊是讲吼，若要出国去佚佗，我感觉一定爱做好准备。吼，知影这个国家的民情，比如讲咱去新加坡都袂使黑白食口香糖，袂使黑白，对，拢爱做注意。有单身女人嘛，拢爱去个希腊。希腊哦，希腊讲遐查甫人就有浪漫体。哦。外高富士早运，拢遐一夜情啊。啊那查甫爱去倒会较好？啊，就希腊、法国啦，这拢较浪漫的国家。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你去倒佚佗拢好，咱只好做好咱的行前准备吼，生了欢喜就好。即马先来看咱轻松搁趣味的歌曲。来请。哎呦，已经惊真袂啊了，惊到我骹酸腰嘛酸，啊哪会拢无人要来甲我抢啊？来呀！你甲我跳过人过？是我是蹦一跳了我够悬吗？啊，毋是，因为伊对后壁来，所以无看。你做甲我诶？迄个毋是啦，我手今日皮包摕悬悬，要有手伊就无抢嘞个，所以迄个一定是歹人啦。哦，是谁人教你？啊，你行路无声无水，无声无水，我想奇怪，身边哪会熊熊一个热气一个，我就都去啊咩？所以你也伤，你伤寒。安怎讲？你伤寒才会当等着我这有热气的，安尼对，安尼较舒服。我最主要是要掠迄个菜啊，所以我脚步声免放声动啊。安尼打错惊死。对。所以讲，即摆要安怎？我甲你讲吼，过去安尼啊，咱两个联合起来，咱两个人联合，好，生意不但好，而且咱两个生活嘛加加好，对吧？真哥哥，想得分明。分明。是，糖糖诶。啊，你叫。我来啊啦！给你姐。哦，我请了你使无？哦，用，水。好，我是64 S，我是6大腿。绝对要甲插你啊，绝对的。拜托，但你的大腿都安尼嘛无够。无够。无够啦。啊，
会恁孙。是啊，你最主要咱是要吸引人啊，要引诱人啊。你们都较悬的，那悬的话，咱个美国你看拢安尼，手安尼，意思个变个砸车迄无？啊，你试的线干嘛不讲偌水？我知啦，讲一贴也无够啦。无要紧啦，就将就一个啦。嘿啦，安尼好啦吼。哦，对啦。安啦安啦。救命啊！出来啦！哎，你是歹人哦。无啦，我唔是要来手镜啊，唔是啦。我无戴口罩，够好打诶。口罩，手镜我无戴口罩。哎呦，你走鬼去啦，找你拢找无。吹几波？啊，哎哪咱两个约好呀？恁两个约伫天天较开心只？听说黄静梅，对，我都一见过。啊，歹势我数学，我在考虑看要倒一间啦。免考虑，我甲恁建议，吼，你哦千万唔通来住天天，住咧到第天天，后来吼，够人你看，吼，用武咧，啊你在拍，啊你唔通啦，拍电话休息，还是住天开心较好。开心，我跟你讲，唔通多开心。你若住咧到地，心脏拢开开。哎呦喂，爱开心拢应该袂。安尼吼，虽然住天天啦。啊，行了，唔对，恁两个人嘛对无？是啊是啊，为着公平起见，一个住天天，啊一个住开心。啊，啊无咯，我是度假的真咧。是丢啊！对，大家换一口味嘛袂歹。你来住我遐，啊你来住伊。不啦，唔捌来试过啦。我电脑太爽了。滚啊！哎呀，我吹无你。你的朋友。这我的人客。哦，有迄潇洒无？我甲拍。你讲我的笑，嘿啊！搞，迄阮气哪里哦？哎呦，你为了爱情，你嘛笑啊？还去搞笑的啊？喂，我照足久的，你莫再破坏我的感情。是啊，糖糖，歹势啦吼，阿姨就阮国内的朋友啊，所以一定要逗阮开心。歹势哈。好啦，咱来困。喂，我带你两个一起困啊。再见了。咱来做迄个生意做几年尔？哎呀，人家做过啊，啊，拢嘛你啦。叫你大嘴绕较济，你唔知道，咱安尼咱是啥物人要讲？啊你大家要管我惨。哎，糖糖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我甲你掠一个吼，哎呦，这个有舒适无？安尼好无？哦，烦啦。安尼啊，话是有影无影？哦，你若遮已经住一暝一日了咧，甲即阵才落来，哦，你身体还用啊？有啦，喊你来嘿，环境佫袂歹嘿嘿，外口嘛热，内底较凉啊。啊，吹冷气来休困啊。嘿啦，是讲，别人我想无咧，你讲人才也无人才，讲钱财你也无钱财，啊一个言啊，不，我是讲，人也是无咧生咧外缘头，你佫无头路，啊想到拍着这七仔遮水啊。嘿，人讲哦，天公疼憨人啊，我就是无头路，骑机车乱嗦，拄到伊吼，半路向抢劫啦。哦，对，足恐怖的。哇，见义勇为吼，最后尾吼，看迄歹徒掠来，该拍到大空势哩，尾甲送迄个警察局，吼掠起来，我才破病吼，啊就入院啦。哎呀，啊，当阵哦，伊就要保护我，甲我皮包抢倒来啊，吼，甲迄歹徒拍伤，拍，啊拍到规面全拢血了，安尼哦，看个足唔甘的啊，啊我都伫病院照顾伊啊，后尾我就决定讲吼，伊就是我的英雄，啊伊会保护我，一世人我都交好伊啊啦。哎呦，够赞的！是讲迄落别啦，我吼拍迄对面的迄糖糖吼，已经也拍哦遐济年啊吼，啊拢拍袂着。你嘛看使别个假小假哩。哎呀，困啊，这简单啦，照这个故事吼，啊甲 copy 去，照演就好啊。照你的故事 copy 安尼啊？嘿啊，咁有效？等下，
这个故事，啊是，你的意思是讲当初这个歹人嘛是你设计来抢我的皮包啊？啊，尾你超过安尼受着伤，互我照顾你安尼哦，哦？毋是，迄是真正的，我是用真实故事甲搬上荧幕安尼，做一个歹人来演，伊碰到你英雄救美，爱你爱甲好。这办法袂歹哦。对啊。啊，毋过要去做遐找歹人，我来演。你哦，嘿嘿。啊，你做歹人是足成的免化妆，啊，但是毋过堂捌你咧。简单啦，我著口罩戴起来，伊就认袂出来啊。哦，喙红咧了。啊，对啊，佫有通哦，而且你佫有经验咧。对啊。是啊。对啊，我嘛听糖糖咧讲，伊讲爱查甫人是迄种会英雄救美，我都可以比迄种的，哎呦，迄种头哦迄种。都爱马耍呢。我要比，要拍，糖糖我都有机会啊。爆面成可是糖糖就是我的人。这阿群哥哥足奇怪呢。哎呦，我来讲，也无讲要创啥，人足等，无快乐。人来啊！哈哈！你想，我是歹人，你想要创啥？我要抢你的皮包。你只下你就好，你唔通对我安怎哦？你无讲，我阁无想到。你安尼讲起，我若无对你安怎，就对不起社会，对不起国家。真正的危险的所在，若是讲有一个人英雄出来甲你救，若是我一定会介意的。哦，你唔食叫这臭死啦哈！你食好大好哈！你落这个民宿些无小探听，我阿姑人，而且我水会简单，冤起来你也加安怎？你真正土皮听你，啊你，啊你真正土皮听啊！若是有这种这么勇敢的人，你一定会介意，再用一世人。我来走啊！安尼好，赞！叫你的计划来进行。怎决定？看个事。你去甲糖糖姐皮包抢过来。秀过来。啊，这个时阵，糖糖姐个挣扎，一定要把我抱到遮来，对无？啊，伊会讲，啊，皮包互你，啊，你莫对我安怎？好，啊，这时我就讲哦，好，就是因伊提醒我若无对伊安怎，对这个社会、国家无法度交代啊，所以我对伊安尼。哦，你好，也都无做伙。你咧着搞呀？嘿，关切啦！你即摆是讲我糖糖，啊，你即摆就要甲处理啊？无啦，我就最近感情较好啊，就你会使假戏真做啦！对啦，对。糖我袂安尼啦，啊，糖糖袂安尼啦，糖糖袂使安尼哦，听咧吼。别，啊，搁刷，继续好，啊，对。我若是你，我一定叫这个英雄，这个英雄先出现咯。哦，啊，我就出现，啊，我刷你咯。出现了吼，你来甲拍。我就甲拍密麻，拍去喙齿那个嘿，死甲拍，拍为死。哎，真正甲拍甲严重了。对，真正拍死了。姐才感动啊。迄恁腿啊，真正拍哦。我你男朋友呢？无啦，你死到你都爱较紧了，啊，看起来是足大力的啦，其实是轻轻啦，我难等呢。演戏的。演戏啊，我看吼，嘛是遐了套咧，不过真正甲我整落。我告诉你，我先甲你整巴肚先整落，再甲你拍你的骹手，我刷咧，我甲你站落。我要走时，我阁会提醒伊，亲像这样啊好的来这个英雄，你一定要记伊，你一定要幸福一世人。我就走啊！安尼就对。对，安尼就对，安尼好。安尼做那个电话，安尼好，我来你边啊。好，哎，你莫传了哦，物件先准备者。拢藏好。你敢有早迄个纸？哦，你逐摆拢安尼紧张的时阵，你就开始腹肚疼。胃肠无好啦，有早无啦？无好啦，我嘛想要变瘦一个。群哥哥约我来遮，也无讲要创啥，也无快乐。啊，这个死巴啦，哪会奇怪啊？唔知走倒遐，我刷去，唔知变哪演。
我就是歹人啦！你想要做啥？我要抢你的皮包啊！只下你抢去就好，你无对我安怎哦？哦，你甲我提醒，我若无对你安怎，我就对不起这个国家，对不起这社会啦！我你这个死啦！你这死歹人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落车头无探听哈！这个民宿这是我阿过来的，哎呦，我还未讲煞呢，你袂听就拍你啊！哎呀，好啊，太卡层啊！我说我站落去啊！你若去讲，你讲我这英雄，伊叫伊爱叫我无，安怎无？哦，进来啊！好，我这是你后边有吗？阿公哥哥，喂，好你较早你这么危险的时阵吼，走出来救我。你这个歹人。就你又冒着生命危险，我来甘愿。谢谢。小川，回家去。不是啦，不是我啦，你娘是对啦，不是我啦。伊一个人哦，伫咧便所安尼鬼鬼祟祟，唔知要创啥。阿公，哦，赞，哎，乖，你掠一个，我嘛掠一个。唔是啦，啊！哎，拔啦！啊，这啥？哎，这个拔啦！哎，奇怪，这你是啥啦？哎，我无熟悉。安尼，安尼这个歹人。呀，回家去。羞，哎呀，真正是歹人啊！真正哦。阿你，哎，手夹迄都抓着呢。掠着啊！阿公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头伫遮等阿公哥哥吼，拄着歹人，阿公哥哥好有肩膀哦，伊甲我救呢。我跟你讲，伊今嘛吼，没有财力没有关系，有能力有体力就好了。为着汤哦，我无了生命危险，我就甘愿啦。讲真个啦，为了击败了咱吼民事这规个拢安全起来。我两日起来都有。恢复以前的信心。这拢是我的功劳啊！若不是我巴肚疼，你哪有讲去掠真正的歹徒？对啊。你这么意思是讲吼，你去便所啊，这就庇护我，我才有睇到你歹人哦。对啊。安尼我等下我大家落提互你。身体啊，啊你，上重要，你毋是不要讲啊，会安尼有咧。啊对啦，啊你不要吼，男主角、女主角两个会相亲，会相爱。啊，嘿，喂啊，当，拄只迄歹人哦，我甲你冤家搞弄一巴肚足啥？哦，好要紧无啦？有足要紧的啦，即摆甲一个止疼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哎呀，斟一安尼。哎呦，你安尼甲我救，好啦，来你把酒开开，好，要数到3哦。好，来开始数。1、2、3。哎，那穿敢若乌皮味啊？这回啦，你真不会做啊！爸爸，你哦。喂，啊，即摆代志拢好势啊。对啊。咱两个应该合一个啊。你啊，要合着你，我肚足疼啊。就疼啊！哦，小个，咻！这唯一的一个方法哦，这会当治疗这个疼。我斟一个。安尼吼，来咳。目睭咳。目睭咳，嘴要嘟较尖的哦。哦，1、2、3。嘛是牛逼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跟恁讲的俗语就是后遗症啊。后遗症，人你讲哦，12月吼吃菜头，甲当年的这个6月才开始长扫。哎，这是啥意思啦？即个讲你吼有工课，啊拢无收尾啦，无收尾互水，甲过当年的6月才开始后遗症拢夹起来。哦，像我就是啊，你就是，我少男啊。拜托耶！你这个年纪哪有可能是少男？大家嘛知你要70啊，我咧少男。真奇怪。我这是黑骨少个安尼呼吸很困难。头壳少个足清气的叫少男。讲真诶，哥哥恁两个吼酒少喝一点。哦，真正少年人若伤贪杯。你这个自我
别人讲你就讲阮酒少，阮也无。大家都要啦，我刚刚讲吼酒啦，嘿，拍谁啊？不然你要告我。我们两个是代表人物。哎，但酒吼，咱甲少年就是酌量就好啊。对啦无啉时阵啊，无那有会时阵可能痛不过风啦，有酌量咧，就一罐拄啊好咧。一罐。你真歹赞啦。阮来讲，恁两个是因为定定恁拢用迄个酒气，互阮两个鼻着啦，所以阮只有讲。拜托，阮来农业拢无酒气。我拢拢之前绝对无啉的。喂，男人气啦，相其实这讲起吼，就咧做生意嘛是共款啦。哦，你做生意嘛是要先考虑啊。对，爱关键股啊。对啊，无可能你做真好赚，你做你那个一块底我无骗，像我就是啊。是啊。做过球模鸭了18万啊，啊做卡拉 OK 还了要到6万块，还了24啊。啊，就是讲拢无咧考虑的吼。还佫有咧，拢唔敢讲。迄啥棒球迄。啊无啦，迄运动彩券你无算啦。无算啊，我是共款，朋友就讲要做什么迄个理疗按摩的啊。对啊，好啊，对不？结果3个月尔，一个人100几万都去。你，安尼比较较少。哎呦，安尼投资遐济，将厝唔敢。我跟你讲哦，咱唔捌咧工课，唔通投资遐济，小小甲投资。头啊讲50万啊。风险会较少。不过你佫增加了。减租一定嘛安尼啊。大部分啊，要甲你用的啦。看久了啊。嘿啦。你讲骗你就对啊。其实我感觉讲吼，不管若要做啥物，因家己拢事先拢爱有准备。比如讲啊，我若要做生意，我是毋是先来趁钱，先欠一寡钱再来做？莫讲无钱，啊，就直接甲朋友招讲，我要开店，你钱招。你这样爱多去探访，对，啊，起码去请教人安怎做生意，去听人的迄个经验。这做的稳啊无，家己有内行啊无，对吧？一定要评估啦，啊市场的调查。对，唔通安尼懵懵懂懂就去做啦哈。还有休一个30分钟，这么紧就搁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今日天天又开心咧，要奉劝大家做任何代志进前，拢爱先想效果，做好计划，安尼才会当啊，万无一失。总是命，你啊你，听甲又签算情命，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全无未来，只有点点来离开，来到一个青云的所。